这是一寡人爱加当练训练家己，敢若训练顶半身都要注意，因为日本的上新研究发觉讲，若是敢若训练顶半身加当练，短时间内可能会引起到血管春秋，血压就会升悬，会甲这个血管的硬度增加2.2倍情形。医师特别提醒讲，若是配合苦类爬起来，规身躯拢会当训练到，动作若是正确，就会当帮助身躯规个机能，也有降低血管和阿妈棍动脉硬化风险。从颈椎、胸椎、腰椎呈自然曲线。来健身房，未少的民众照着重量的训练，维持好的身材。但若是干那训练顶半身，恐惊会有反效果，甚至会增加血管硬化的机会。只做上半身，会发现说，其实对身体并不是那么的好。如果血流速度越来越快的话，倾向于这个动脉有硬化的可能性。另外就是它会让神经系统里面分泌一些让血管收缩的一些激素。大科大团队调查，伫咧学校内底查甫大学生差不多有4/7，敢若练顶半身。根据日本研究发现，单纯针对手的重量训练，会刺激肾上腺素，短时间内会互血管来收缩，血压提高，造成血管硬化增加2.2倍。加上若是出力无拄好，搁较容易变做是血管塌掉的。医生提醒，爱来配合着浮落去的这个运动，才会当加强规身躯的训练。只要将压12的口诀，双脚拍开，甲肩胛头平跨，身躯爱来保持平滑，脚掌先按后壁塞去，再过来弯脚头虎屈落去，就会当降低血管以及颈动脉脉状硬化的风险。老年人的话，女生里面呢，大概3个里面会有1个呢，它是会中等程度的动脉粥状硬化。那男生的话更高了，大概是2个里面就有1个。马家医学院追踪10几年来，颈动脉脉状硬化的发生几率，发现65岁以上的成年人，有将近一半的查某人硬化程度达到中度以上。另外，查某的比例嘛有3/2，这个人恐惊的拢是得着三高的个危险群。医生嘛建议健身运动的时阵，也是规身躯拢爱振动，避免干那训练高一个所在，才会当离心血管的毛病较远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